各位朋友，今次真係有料到啊！依家喺珠海萬零蚊嘅單價，你可以喺珠海情侶路呢度買得呢一套冇任何遮擋嘅海景樓啊！嗱，樓下成條嘅情侶路，平時一家人翻嚟踩下單車、散下步，不知幾開心。嗱，陽台咧都做到成8米長俾你。嚟，你試諗下，你一家人喺度坐低飲杯嘢，望住呢個景，你覺得 O 唔 OK 啊？嗱，現樓現證噶啦，而且咧冇任何風險，即刻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咁啊，雙露台嘅一個設計，134平方，做咗4間房俾到你，大橫廳嘅一個設計啊，咁我哋依家30萬嘅一個首期就可以上車。嗱，客廳咧足足可以坐10個人，係完全冇問題。嗱，廚房咧就做咗 LDK 嘅一個設計效果，包括呢啲吹拉門全部都做埋俾你噶啦。嗱，吊頂天花呢啲全部都有齊晒嘅。嗱，而且依家買樓嘅話咧，仲送埋呢一個產權車位啊。咁啊，我哋樓盤咧佢近翻呢個大型商場咧，又近我哋呢一個華發商都啦。咁啊，衣食住行嘅配套咧係一應俱全噶啦。咁啊，並且樓下仲有埋呢個港澳直通巴士可以直接翻到香港啊。咁啊，我哋重點嚟啦，咁啊，主人房嘅話咧，我哋可以睇到成片海景。嗱，仲有未同大家講嘅，我哋呢套單位咧，佢係做咗3個洗手間，係有2個套房，1個公共洗手間。嗱，呢度主人房咧就望過嚟咧，就係我哋情侶路同埋望晒成片海景啦。咁啊，呢一個景觀你覺得 O 唔 OK 啦？嗱，依家手頭上揸住30萬咧，就可以喺珠海呢度攞低呢套單位，曾經係4萬蚊一平方，依家直劈4折俾到你。嗱，有興趣嘅可以 call 我帶你睇睇。